家好啊，我係仁愛族嘅天氣寵兒，我叫仁慈，我都係仁愛族嘅，我叫社交智慧。而我呢，同樣係嚟自仁愛族噶，我叫阿愛，我背後呢就係威化大陸啦。威化大陸入邊住咗好多可愛嘅天氣寵兒，個個都好似一隻蛋蛋咁嘅，身上都有一個屬於佢種族嘅圖案。呢個圖案可以分辨到蛋蛋嘅種族所代表嘅美德。每年每個種族都會有蛋蛋，靠住宇川小勇者嘅正向力量，即係你哋進化成為代表種族性格強悍嘅天氣寵兒小英雄。我哋都係由蛋蛋進化成代表住性格強悍嘅天氣寵兒。唔好等啊，準備出發啦！一齊去威化大陸睇下天氣寵兒嘅大世界觀啦！歡迎你嚟到遙遠嘅威化大陸，充滿正向能量嘅繽紛大地。喺威化大陸冇分日頭或者夜晚，但係每一日都會依次序經歷5種天氣變化，包括耀眼嘅太陽晴空、悠然嘅藍天白雲、驚心嘅滂沱大雨、光芒嘅行雷閃電、絢爛嘅彩虹出現。每當太陽晴空再次出現，亦代表新嘅一日又開始啦。威化大陸上面住咗6個種族，每一個種族代表住一個美德，每一個美德都有着獨特嘅性格強項，合共24個性格強項。24個性格強項，在暗處也有亮光，係所有天氣寵兒嘅信念。呢6個種族分別係仁愛族、智慧族、勇氣族、靈性與超越族、節制族同埋公義族。喺威化大陸嘅中心，屹立住一棵正向之樹，由6個種族共同守護，將正向能量帶到俾異世界嘅勇者，一齊發揮種族代表住嘅6個美德當中嘅24個性格強項。而每年6個種族都會由勇者們，亦即係你哋，為蛋蛋進化成為代表24個性格強項嘅天氣寵兒小英雄，肩負保育正向之樹嘅重任，進入宇川之門，同勇者一起將正向能量發揚光大，進化向宇川前往。勇者啊，係時候準備好探索種族嘅美德，為蛋蛋進化成你心目中嘅天氣寵兒，令代表住性格強悍嘅天氣寵兒同你一齊正向咁成長，由宇川開始發放正向嘅光芒。無論任何天氣，你我也會輕快度過6種正向的美德，充滿你我心窩。雷電後狂風雨，我已遠見天氣晴朗。24個性格強項，在暗處也有亮光。天氣寵兒陪伴你，進化向宇川前往。小種兒每天開朗，與你到遠處時光。天氣寵兒陪伴我，正向往宇川前進。小種兒盡顯性格強項，與你我一起